台基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日读做数第3条，冇人读做是一两三四的是大写。这个数或者是四，这就是放荡懒散的意思，代表讲做代志真凊彩，无守规矩，嘛无咧惊效果，咱讲放肆。另外，这个数也有一个较古早的意思，代表店面，古早讲是市数，即嘛可能大家较罕咧听。另外，放荡较早讲是欢形数字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，拢是较古早、较文的词，大家可能感觉小可较青分。两个词的音要讲，意思差一丝啊，无啥共款。头一个读做数母，这个意思就是轻视无聊的意思；第二个词读做数母，这嘛有无聊，另外阁有无赖的意思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人咧讲千金买厝，万金买厝边，厝顶的厝主和楼骹的厝边误会，讲伊制造错人耳的声，甲代志压出来，公开甲伊诉母，煞来阁甲伊诉母，无赖甲正忝头，双方的关系就安尼拍歹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数，另外一个音读做是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